日是中秋连假的头一天，来看这个屏东往回东港甲小琉球的东流线，一透早6点外，溪头这个码头就挤拢是人，大家赶到大包小包排队来买票。船公司嘛马上加开船班，营运人潮。啊，这个落南的车辆嘛为一透早就开始出来了。屏东的警方伫第一线做调拨的车道，啊，为着要疏导大量涌入的车潮，佮第一届来使用着空拍机监控车流。一透早，伫咧屏东东港的码头，就出现真侪排队买票的人潮，大家大包小包，就惊无船通啊坐。从哪边来？彰化。啊，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对，一大早就出发。船是逐班客满，船公司嘛赶紧加开船班来疏解。带中秋节带小朋友去玩。小琉球是国内旅游真热门的景点，进前的休困日往回东港小琉球的船班，每一天坐船的人次拢超过几万人。这一摆连假天气才好，可能会更较多。我们的正常船班一天只有7个班次，那么这几天的连假，我们最多上看会有30个班次。另外要去垦丁台东的车嘛真多，邦寮警方伫咧透早就开始伫第一线来实施调拨车道，伫咧第一线、第17线、第9线、第26线这个路段，沿路来放指示牌来提醒民众。邦寮警方嘛头一摆利用空翕机来监测车流，希望会当更较紧对交通的状况做出调度的反应。